好啊，今日好開心，即係喺台灣已經好感動啊！即係感覺到台灣係即係可以 welcome 我可以拍呢套咁嘅電影。咁啊，更加重要係你哋係啊，有部分人甚至係飛嚟台灣嚟睇我嘅電影，我係好感謝你哋嘅，多謝。即係我而家喺戲院講嘢咧，其實都係好珍惜呢個機會嘅嚇，因為喺香港嚇我都係經歷過幾次係有放映被邀請，但係最後係取消咗嘅嚇。咁有啲亦都冇公開到。咁啊，所以可以重新喺戲院分享，我都珍惜而家我每一次講嘢嘅機會。多謝你。頭兩間戲院，第一間係小貓3、4隻，跟住後邊嗰間係小貓得1、2隻。咁我就同佢講，我話啊，真係咁，如果可以滿座就好啦。哇！一入到嚟真係心想事成啦。你話幾好？多謝。